早前傳出因為油價上升，考慮減班嘅屯門村巴 ABC 旅運喺星期三以人手不足為由，削減部分路線班次。以兆麟苑去灣仔嘅 NR711 路線為例，朝早最繁忙嘅2班車被合併成1班，8點鐘之後減到去3班車，甚至改為小巴，喺傍晚恢復正常。我哋記者傍晚嚟到灣仔駱克站視察，發現乘客唔算多。被問到減少班次嘅影響，有乘客就話唔介意喺放工時段減班，但希望朝早繁忙時段恢復正常。亦有乘客話寧願加價1至2蚊換取班次穩定，始終有巴士先至方便返工。據了解，巴士公司因為油價上升，申請減少班次，但未獲運輸署批准。公司曾經喺社交平台發文話，減班係因為有職員未出院或者旅遊趕唔切返香港，其後又突然刪帖改口，話會因為交通狀況調整班次。